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那大家辛苦了哈。那馆长在经过手术后的24小时恢复非常的顺利，然后心情也非常的平顺哈。那至于他很细节的医疗照护的问题，我会请负责照顾他的周主任来跟大家回答哈。周主任，谢谢大家哈。那陈先生经过昨天的手术之后，那今天早上我们去帮他换药的过程当中，他整个肢体伤口的状况都很好。那右大腿比较粉碎骨折的这个大腿的肿胀程度，也在我们医生的预期当中有比较消肿下来，整体的疼痛程度还不错。那在换药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跟我们有点小开玩笑，这样跟他聊天，一边聊天一边换药，整体上的恢复算是蛮不错的，都往好的方向在发展。那在昨天晚上整个在医疗过程，他有没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大概跟一般的病患，因为毕竟再怎么讲，那个枪伤都是一个大伤了哈。那在肢体上，它会有一些疼痛，所以昨天是有一些止痛药的使用。那今天早上在换药的时候，看他的整个表情，还是可以跟我讲话。这个疼痛的范围应该在他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所以算是蛮不错的一个反应。那第一天毕竟这么多处的外伤哈，我们有比较小心，就是尽量在一个比较隔离的环境减少这些感染的风险。然后因为肢体受这么大的能量会有一些我们叫枪式症候群的风险。不过看起来陈先生都没有发生这些不好的状况，目前为止都没有不好的状况，都还不错。那因为馆长他本身有做这个健身的运动嘛，那在复原之后会不会对他的健身运动会造成影响？没有办法达到原来的水准？情绪上他昨天一开始还没有开刀时一直在追问的这个问题，倒是今天早上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这样的状况在追问这个极端的极致运动的状况。我也很专业告诉他，就是说我们受了这么大的伤先力求把生活恢复正常。然后我知道他在这个网络上面有很大的声量，是一个很好的正面能量啊。我也鼓励他说，我们在往后的几个礼拜内要帮他复原到伤口完整。那3个月内希望恢复到他的这个生活作息正常，半年内恢复到往那个运动工作正常方向去走。我也很正面鼓励他说，不要去太极端的要求自己以后还要拿200-300公斤这么重的重量，但是先求生活作息正常、运动正常这样的方向。而且他应该带给我们社会正面能量，就是说在整个复健过程当中，他能够很积极的做。相信日后他可以做到更好的状况。那他也给我很好的回馈，他说好，他知道他自己的这个伤害比较大，他也愿意用比较积极的态度来复健，然后希望他自己能够回到他自己那个以后这个他的工作的正常。那他也讲了一句话蛮实在，他说身体是他自己的，他当然要求他自己。我觉得他给我们医病的回馈是非常非常好的。当他治疗完以后，会不会造成身体上一些不方便？仅就目前为止看起来应该是有条件可以不会有。那的确他的这个右大腿的损伤比较大，但是经过我们刚好他的主客观条件都许可的状况下，我们已经在第一次手术就做了精确的治疗。那骨头的方位、角度、长度上面都已经达到正常了。那我相信只要以陈先生很健康的身体，再加上他有很积极的复健态度的话，应该是有条件可以恢复到相当不错以上的状况。那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一般大概生活作息正常是应该3个月没问题，半年内恢复运动正常。但是他毕竟他的运动太高阶了我早上也笑着跟他讲说，我已经没有其他病人可以比对你的这个状况了所以我们也希望他成为一个典范楷模，他积极复健。那我也很想知道他最后能够好到多好的程度他也笑着跟我讲说好 OK， 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好，预计什么时候会转到活病房？这1-2天，因为我们还是比较担心他，因为他本身肌肉很壮硕有一些组织会肿胀的情形再加上毕竟这么多处的枪伤会有一些可能感染的风险，所以我们打算再观察1-2天之后，如果状况比较许可之后，就会转到比较普通病房来照顾。那我想这个医疗的这个配备跟这个转病房的状况都依照我们医院的常规医疗，它没有很特别我们一切按照医院常规在执行那它也都一直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中，目前为止。好，继续说，好，谢谢。